講過去即數十年咧嘅工作生涯咧，我大部分時間都係響上市公司係啦。咁包括係華資集團啦，亦都包括中資企業啦。咁香港我哋嘅中資企業其實都係 subsumed form 咧係國企嚟嘅。咁中資企業咧，因為喺香港註冊成立嘅嚇。咁工作崗位咧，我主要係做公司秘書。咁因為做華資集團嗰陣咧，有超過2間以上嘅上市公司嘅，所以變咗 group concept 啦嚇。咁另外就做過執行董事啦嚇。咁喺華資集團係2間上市公司，大約做咗3-4年到啦嚇。咁亦都做過法務總監啦嚇。咁亦都做過執行董事，頭先我講過大約4年到係啦。咁跟住大約12年前咧，就 join 咗呢個 Ulen Registrar 咁做MD 啦。咁舊年老闆話要轉 title，咁冇所謂啦，咁咪轉 CEO 咯，即係其實都差唔多。Ulen Registrar 即係聯合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咧，係香港註冊成立嘅咁亦都超過20年咁so far 咧，而香港有4個主要嘅 market player 啦，就 Computershare 啦，即係中銀證券啦。第二就 Tricor 或者 Vistara 啦。第3就 Ulen， 第4係 Borum 咁目前嘅 market share 咧 ，Ulen 係我哋嘅上市公司客戶第150幾家啦。咁響 ranking 都叫排第3啦咁最初成立嗰陣咧，就係啲同事，包括同事嚟講咧，佢主要都係來自 Tricor。咁 Tricor 咧，其實 Tricor 本身係3家合成一齊嘅，就 Deloitte、Pricewaterhouse 同埋 EY 咁亦都部分同事係Central 即係 Computershare 啦。我諗分幾方面睇啦。第一方面咧，因為政府會推行無紙化。咁因為已經出咗憲報啦，咁咧個 launch date 就係今年10月16號。咁第一家會 join USM 咧，應該係港交所係啦，應該大約出啲2-3月到。咁成個嘅過程咧係5年，嗰4個主要司法地區係要行無紙化咁我哋睇咧係一個商機。當然嚟講咧。係冇絕對嘅，我哋相對嘅即係我哋個 SWOT analysis 啦，個 strength 公司嘅 strength 啦、weakness 啦，出邊嘅 opportunity 同埋 threat 啦。咁行無紙化咧係多咗啲商機，咁但係因為要一個新嘅 system 一個新嘅 build 嘅話咧，咁capex 都唔少嘅咁另外咧就第二個問題咧就話係因為行無紙化嘅話咧。係變咗證監會直接監管，咁個地位咧就變咗可以叫做提升咗啦，就叫做 regulated entity 係啦。咁就證監會管咧係2大範疇，一個就係 license corporation， 即係1號牌、6號牌9號牌啦。第二就 regulated entity 啦即係目前咧係有個 Federation of Share Registrar 啦。咁我係嗰個 executive committee member 應該超過10年㗎啦咁證監會咧每年年初咧都會俾個 blanket approval 一封信俾 Federation， 咁基本上自我監管嘅。咁證監咧就喺後邊嘅，但係 USM 之後咧就變咗直接監管啦。USM 之後咧基本上我哋係睇好啲嘅咁因為政府嘅鼓勵transparency。即係股東透明度啦，我哋希望多啲嘅股東就係變成登記股東，咁佢我哋有個叫 USR 一個 feature 或者係facility 啦。咁如果響股份局處開咗個 USR 嘅話咧，就類似好似響經紀或者 SICK 其實有個 account 咁樣，咁可以睇到自己嘅 portfolio 即係總之佢入邊去買賣嘅股票係聯合。做 share registrar 嘅咧，
咁佢一個 portfolio 全部睇晒。挑戰咧咁係個風險管理。咁嘅證監同埋港交所風險管理佢哋做都好完備，佢哋詳細大資源好豐富啦。咁證監亦都監管好嚴嘅。咁我哋個 application for ASR 啦，目前咧我哋叫 Approved Share Registrar。咁上市規則規定㗎啦，任何嘅上市公司一定要。首先嚟講咧，公司係着重 teamwork spirit。咁我係 CEO，但係咧就攞到重大決策嚟講咧，都一定要同個董事會報告同埋商量啦。咁喺董事會嚟講咧，就係委託咗 Andy 做董事啦，亦都係小股東啦。咁同我一齊做嘅所以好多時候我哋一齊見客，我哋證監開會。咁今朝都同 Andy 一齊同證監開會㗎啦。咁我覺得嚟講咧，第一着重個 teamwork spirit 啦。咁第二嚟講咧，係應該係一個 soft side。咁我覺得頭先講個 mentality 啦，個工作態度啦，同埋係嗰個 EQ 我同 Andy 提過話咧，好勤力㗎，年青有為係非常之年青係啦。咁我同佢傾開我4個範疇咧，咁Andy 話我都想，我話你想就得㗎啦如果佢讀緊 MCG 啦，咁好快就會 qualify 做 CompSec 啦，即係 CompSec 嘅資歷啦。咁跟住我鼓勵佢咧，就可以考埋 accountant 再有興趣咧考埋 law， 即係 law degree。咁基本上都係你要付出啦，同埋終身學習啦咁係我覺得最重要嘅工作態度。